立興基金會公布一份統計，因發現講55%受到家庭暴力的婦女，收入是比平均的薪水佫較低，而且有65%佫平均有1.8個囡仔愛飼。民間團體就望講政府，互即寡婦女甲囡仔有一個當真安心大個的所在，托育制度也愛佫較完善，慢慢才會當安心去上班。那時候我要找合適的房子，至少租金是1萬多以上，1萬至2萬以上。那如果以我一個那個時候剛離開家裡沒有工作的人，那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吃力的事情，甚至我還要照顧孩子學費，還有他的那些保姆費還是什麼的。小薇咧勇氣離開暴力的環境了後，一個人帶囡仔找厝、找頭路，拄着真濟困難。立興基金會有針對受到暴力對待的婦女做細處需求的調查，發現受訪者平均一個月的收入大約2萬7。有65%愛飼1.8個囡仔，甚至有60%的受訪者有擔當的債務，有60%都有負債的議題。那每人平均大概負債42.2萬。那100塊的收入，它大概會有35塊是要用在租金上面。那這個部分相較於我們一般的民眾27%，事實上是相對高非常的多。基金會也指出，根據內政部114年的統計，家暴受害者佔社會主體的比例僅那0.5%，申請租金補貼比例也只1.1%。但是受暴婦女有租厝、找頭路、照顧囡仔，這3種壓力加做伙，生活真辛苦。基金會甲民團呼籲政府袂當互弱勢的人佮互相競爭，要繼續增加社會主體，嘛要建立齊全的托育制度。很多婦女都會分享，如果有一個安定的居住空間的時候，心就會比較安。所以其實是很需要這樣的居住資源的釋出。然後如果政府有社會住宅的興建，其實可以更穩定，我們的服務對象可以有穩定的居住，跟他的長期的生活的規劃。基金會講，根據大的研究，婦女受到暴力，平均要過4.2冬才敢找人鬥3工，然後平均閣要過4冬創傷才會豆豆啊恢復，是一條真長的路。呼籲政府要有齊全的制度甲政策，協助受暴婦女重新站起。記者顧玉琪、林秀凱台北報道。